伫当即大家吼，迄林业的发展吼是足久长的，所以讲今仔日特别约一个林业公司的头家，咱来甲伊吼开讲看卖咧。歹势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我有要找头家，我有甲伊用。我就是。哦，你就是头家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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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哎，哇，恁这个工厂内底足香的咧。都是原木，台湾的原木。我们是台湾比较特殊的公司。对。我们有林业，就山上造林，跟制材厂。哦。我们是刚好结合在一起。哦，就是两边拢有了对啊。对。哦。对。那你想上去山上看那个原木吗？真的哦，我想要看。欢迎欢迎。我做介意手拿的。好，我就出发。好。普通时啊，为公司去到林场爱偌久啊？我们那边属于海南乡，对，就是原住民部落。大概需要50到60分钟的车程。哦，这远哦。因为我看嘛，无啥物公车会当去到较山内。对，安尼恁拢要安怎交通？这个交通的方式？我们的工班都是当地的原住民部落为主，像白兰部落、毛埔部落啊，就千石五峰的人。对，我们都是跟他合作了20-30年了。对，我们那边算国有林，土地是林业保育署的，以前称林务局。我们承租地上权，所以我们称为承租造林人。对啊。有规个这个人造拿的这个说明呢。我们从造林伐采，对，然后把木头运到竹东的工厂去。竹东是以前的3大林场之一。哦，真的哦。跟阿里山、花莲、木瓜山，所以竹东以前是一个很繁荣的一个小镇，很多制材厂。那时候聚很多的樟木啊、块木啊、红块、扁柏、榉木，然后外销到日本去。哦，跟有外销，都外销。开始就把迄个树拿的感觉，跟那外面的气温也不一样了。真正，对，我愈行入来，心情愈好嘞。对啊，这是我父亲以前种下来的林场。哦，对啊，所以是已经过50担啊。从民国62年到现在，已经40-50年了。真正呢？对啊，40-50年了。哇，安尼你细汉的时候嘛有来家过？那时候，还没有出生。哦，对，就开始种，所以这的树仔拢比你较老啊。对。毕竟是树仔看你大汉。对。那时候没有交通工具，完全靠人工去把它背上来种。你是讲用行的哦？用行的，对啊。对啊。所以这的树仔以早是人抬起来，安尼种出来。对啊。哇，不得了啊！真的。应该很难想象。那时候因为国家建设正在起飞嘛，需要很多的资源。就是我父亲他就在想说，我每天要用那么多的木头来做生产，万一有一天没有木材了，我工人师傅就没有饭好吃了。所以想说，我不如说早点来种树，为了以后的一个资源的一个保护。所以就是我们的风雨教室，树木跟钱放在银行一样，会有利息的。啊，真的？对，所以树木会长高长胖。所以我们每2年到3年就会在这个样区去测树高跟胸径。对，就是讲爱看伊敢有好大汉。对。啊，今麦有偌大汉啊？对。看你们利息有没有多一点。你从那边量。这样嘞。对。安尼过来。量过来哦，这个木头的胸径40公分。然后我们这边就会有编码，6至26。我们做个记录，看跟2年前的木头。它的胸径有没有长胖一点？你讲2担3担就爱量一届。对。所以以早应该就是嘛无遮落。没有，以前没那么高。所以我们需要这个测树高的一个测量器，一个高度就是1米。然后从这底的基部开始，然后一直往上拉，拉到上面去，看木头到底长多高了。300咯。哦。对。哇。对。哇！我这世人吼无量过遮落的物件，竟然就是树啊！我已经看无迄个头伫倒位啊！安尼你细汉的时阵来，伊差不多偌悬啊？哦，我们是从幼苗开始长嘛，那时候30公分。啊？为
为30公分哦。对啊，种到现在已经超过12米了。30公分到12米呢。超过12米了。哇。对啊，不是说木头长了它就会自然长，嘿还要去靠人工去照顾它，对，去砍草啊、修枝啊。成年之后，一般是规定是说20年到30年就能收获。对。但是我们为了让木头能够更成熟使用，嘿因为以后是当建材的材料嘛，对对对。所以我们都会放到40-50年了，才会再收获下来。头家，啊是安怎？对啊，行来这已经拢无树啊，这啥无要种树啊？有啊，这有种啊。对位？对位？没看到吗？这边这里啊。啊，这就是树啊！对啊。所以它做遐就是为安尼开始种的。对啊，这是应该是3年前开始种的。哦。对啊。原来伊细汉这么细汉哦。对啊。啊，不过讲要做这个行业，爱做有耐心的。因为你种落去了，你无一定看会到伊到尾啊做大汉的时阵，种树啊真正是为着后代种的。对啊，他们说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。对对对对对，你应该话对这件代志做有迄种感觉的。我就是那个写照。嘿，真正。我呢虽然讲我是一个外人，今日头一摆看到，我嘛感觉讲，这若是我顾的，顾到这大汉，我真正唔甘做的，我会冒伫遐呢。现在很多消费者喜欢木材，很多做木质家具啊，或者装修都用木材，可是他们不喜欢去砍木头，就是很矛盾的一个想法。所以讲，我感觉恁的最厉害的所在就是恁爱去想要怎甲伊平衡，伊会当做成一个永续的发展，啊，变做一个好的循环安尼。对，我们会种的比法产还要多。我们一公顷现在留存木大概1500棵，但是我们种下去的小幼苗就是3000棵，就是保佑刚健较济，对，会让以前的数量更多，对环境更友善。所以木头是可以去使用的，不用去说不能伐采。那应该是讲咱爱家己好好保护这个树林，让伊继续发展落去安尼。对。无事坐马事。哦，吹到啊，吹到啊！徛牌啊，伫遮啦，仙河。哦，还有一个做古水的代志呢。有看到迄叫人卖蛋粪扫的牌啊有无？普通时啊拢是写新民咧看，啊伫遮吼是写主林在看，吼，因为遮吼住较侪原住民啦。车来啊，车来啊！你好。上车。你好。我是要去迄个853。嘿。这边进去半个钟头就到。半个钟头就到了。现在只有2班车可以那个啊。现在只剩下2班哦。这一班还有下一班。哦，啊，如果没坐到车怎么办？就没车了。哇，安尼要坐车真正爱看时间呢吼。下一班就要2点多啊。哦，啊，等到下晡啊。你好，歹势。哎，你好，我有有要体验，要体验的。体验是我先生负责。对，所以等一下我带你们去找他。哦，去茶园。伊今麦无伫家？无。哦，恁家阁有茶园哦？有。哎，那个戴小姐来找你了。你好。你好。我有预约那个
狩猎的体验的那个。哦，是是是是，对不起，抱歉，还有一点小工作还没做完，嘿。哦，你跟你无赢，嘿嘿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倒三缸，可以吗？嘿，好，哎，真的可以吗？我会吗？这个一定没问题。如果你要体验一下，这里一颗心，这2个叶，啊，1心2个叶，然后我们轻轻的，不是用指甲哈，用我们的用手指还做这个轻轻的捏起来就可以。这样可以吗？非常好，嘿，你很会挑，嘿，眼睛很亮。哦，安尼敢对？你应该有练过吧？这么厉害？真的吗？哎，大哥，安尼你家种地种多久啊？13年了，哦，迈向13年，对，那也是很久了呢。算，在一个地区算早。我算是第一个在这里种了哈，第一个。但是去年在地方公所跟那个原民会他们的促成之下，我们成立了第一个合作社。那希望把这个种茶的风气，带到我们部落来。那过去原来我们是闷着头干，那现在经过茶改厂协助以后，我们有很大的信心可以把茶做好。哦，所以其实嘛是大家拿紧拿二，边做边学，边做边学，对对。就是这个陷阱。对对对，这是陷阱。像这样的陷阱，它的对象只是小老鼠跟小兔子而已。那这个原理非常简单，它就用弹性、作用力、反作用力。别看我们原住民，我们也是有我们的想法哈，就轻轻的拉下来以后，轻轻的卡上去，这里有个卡榫，然后将绳索从我们的这个竹竿里面伸进去，然后将绳子拉开来，紧紧的靠在我们的门口。我们假定这一只是老鼠好了哈，老鼠它在前进，当它的身体到这里，重量踩上去的时候，它就会触发这个卡榫。对哦，这个大概是几秒钟而已。这个动物我们就拿到了哈。可能你们会觉得我们很残忍。跟大家介绍，我们在山上布置陷阱是有不得不的。除了我们讲了，我们在冬天的时候需要我们的蛋白质主要的来源，还有就是我们种了庄稼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减少我们的作物的伤害的时候，我们适度的用这种方式。所以其实做这限制有的其实是要保护您种的物件，是的，因为已经种好啊，卖给因来吃。是的，跟您说一个小小自己的经验，我一座山，这20年我已经掉了将近100只的山猪，你就知道它是永续。等到它的开始有那个有怀孕的迹象，我们就停止了，然后让它去繁衍8、9个月，然后隔年我们继续做。其实我一直拢做配合这种精神加这种观念，就是咱是跟大自然做伙斗阵。是的，对，所以伊互咱食，咱爱互因继续甲伊好好保护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哦，会当食饭啊？好。安尼我先甲姐姐过去食饭。系啊。好。你们去吧，你们去。